台北地法院家事定法官陈碧君11日时，甲因太太佮查某囝去台中和平区的猪油山爬山，因为找无到失联，警察人员搜索第4天，本来计划要出动空勤直升机伫空中搜索，伫采记7点45分的时，地法官失踪的地点的下骹差不多90公尺，这个崩坎的所在找到遗体，消息一个传回台北地法院，同事拢真艰苦。 陈碧君失踪第4天，搜救人员加派人一透早就出动去山区搜索。透早7点45分，搜救队伫离失踪地点大约90公尺，正拿找到陈碧君，伊的骸骨面拢着伤，人体内无生命征象。消防队员正针对其大体做打包的动作，并寻找适度的吊挂点，搬运至吊挂的地方，并申请直升机做后续的搬运事宜。 陈碧君2014年伫新北地检署担任主任检察官的时，侦办过电子杀人案，当时嘛要接受媒体采访。了解说，目前警方他们已经扣到些什么证据？那我了解了之后，那相关的案情，我不方便在这边透露了。陈碧君的同事讲，伊是办案认真、个温暖的人，知影伊离难了后，拢真悲痛。知道博君法官是一位是真的很温暖、很乐观。 很认真、很负责的一位法官，所以大家对他的评价都非常的高，跟非常的好。包含伊强势律师伫面册感谢伊伫家属定的温暖贡献，佮讲袂介意的笑容放袂记伫，使人毋甘。 陈碧君是伫11号时，和太太、查某囝规家伙4个人去台中市和平区的猪油山登山。落山的时，行到3000影地，体力无够，加上行唔着路，家己去探路要找出口，30分钟拢无转来。太太无法度联络着伊报案求救，警消组队上山搜索。原本第4天要出动空勤直升机协助搜索，不过伫7点45分的时，伫山坎的所在找到遗体。法官一口罩把连假上尾一天登山。 因为行唔着路，法官去探路找路，结果敢若跋落山坎，和亲人永远无法度过见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